今次咧就同大家講下，我經常都會收到一個查詢，就係小學音樂呈分試嘅輔導啊、補習啊，究竟上幾多堂先至夠呢？幾耐之前開始就已經要開始準備呢？嗱，呢個其實真係因人而異嘅，個個情況都唔同。嗱，如果宏觀啲咁樣睇，即係譬如話整個小學4、5、6年班成個咁樣嘅生涯嚟睇咧，其實呈分試就5年班下學期先至開始第一次嘅呈分試啦。咁冇錯，當然你可以5年班下學期嗰陣先至開始嘅，但係亦都有好多學生其實5年級上學期嗰陣就已經揾我幫手，因為佢哋想首先打好咗個基礎先，起碼5年級上學期嘅嗰次考試雖然唔係呈分試，但係就作為一個熱身，打好個基礎先。甚至乎呢，我亦都有一啲學生係4年班就已經揾我幫助佢哋平時嘅測驗啊、評估啊、考試啊，去幫佢哋，或者平時嗰啲功課啊、工作紙啊嗰啲咁樣。好啦，咁呢個就係整體，即係譬如話成個小學嘅生涯，譬如4、5、6年班咁樣。一般嚟講就係冇錯啦，5年班下學期先至開始呈分試咧。但係你想早啲打好個基礎嘅話，5年班上學期其實你嗰次考試都盡量當係一個模擬嘅 mock test 咁樣，盡量令到自己試下做好啲。好啦，跟住每個學期嚟講又點樣呢？每個學期嚟講呢，我就建議通常你考試之前最好起碼個半月至到2個月前就已經開始準備，就已經開始要上課。其實呢，我一個禮拜上一堂，每一堂1個鐘頭呢，你考試之前2個月揾我，其實大概都係上到個8堂度。8堂其實夠唔夠呢？就真係好視乎個學生，有一啲真係資質比較差嘅話呢，個時間都好掹掹緊。但係大致上呢，每次同佢哋預備，包括筆試嘅內容咧，即係課本裏邊樂理嘅知識咧，牧童笛啦、唱歌啦呢幾方面，大概係個半至到2個月前準備咧，其實都差唔多嘅。嗱，咁我又試下講一啲另外一啲嘅例子，有一啲佢自己真係比較叻嘅。佢本身都已經係音樂有個好好嘅根底，佢只不過純粹可能個別嘅課題有啲嘢要問啫。咁嗰啲學生可能就真係純粹考之前上2、3堂就搞掂晒，其他佢明咗嘅嘢都唔使我點樣幫佢噶啦。譬如話唱歌、牧童笛，佢自己搞得掂嘅，我純粹係就住個別嘅課題同佢上1、2堂或者2、3堂。咁當然咁叻嘅小朋友就真係好少數啦，但係最大問題就係話好多家長同埋小朋友佢唔知道自己叻唔叻啊，甚至乎佢覺得自己我掂噶啦，我都有學開琴嘅，考之前上1、2堂得咧，但係點知我一同佢上堂咧，又發覺佢好多基礎其實就都仲未得嘅。好，另外一個情況咧就係我都有唔少嘅學生咧，係其實基本上係長期 keep 住上堂嘅。所謂長期 keep 住上堂嘅意思就係話，佢不論幾時考試都好，佢都係恆常地每個禮拜上一堂。咁當然啦，我亦都建議俾佢聽，就係一啲長嘅假期，譬如話暑假、聖誕假就停一停啦，唔需要上，因為1年50幾個禮拜，個個禮拜都上一堂，其實我都教唔到咁多嘢啦。所以通常呢啲學生呢，佢有咁樣嘅需要，經常保持住上堂呢，我都係。譬如話佢開咗學之後，咁我開始同佢上啦，梗係跟佢課本啊，同埋嗰啲工作紙嗰啲嘢。然之後考完試之後，可能會停幾個禮拜，或者尤其是一長假期啊、聖誕假、新年假、暑假，咁通常我哋都會停一停先。咁點解呢一類學生佢會自己要求係經常恆常咁樣上課呢？就係可能佢音樂嘅根底係比較薄弱一啲啦，同埋就係我教咗嘅嘢呢，好多時佢轉頭又唔記得嘅。我要同佢重溫翻啲嘢嘅，咁如果你覺得係自己係有咁樣嘅需要嘅話呢，咁就可能真係需要用咁樣嘅上課方法。嗱，所以總結嚟講，簡單嚟講呢，即係譬如話，如果當係一個新嘅學生，你自己都唔知道自己個根底好唔好，唔知道自己要上幾多堂先至得嘅話呢，我一個比較中立嘅建議就係建議考試之前大概1、2個月之前準備，到我哋
開始認識得深啦，知道你個基礎係點樣咧，咁我可能會再建議話俾你聽，你可能都係要經常保持住上堂會好啲喎，又或者覺得你都已經好叻㗎啦，你唔使咁緊張嘅，可能考之前上2、3堂都已經搞掂㗎啦。好，今日講到咁多。